你知道無窮集可以比大細㗎？點樣比啊？無窮大同無窮大，仲可以有大細？真㗎，無窮集係有唔同大細嘅。你估下先，整數集、有理數集、無理數集，佢哋邊個大邊個細呢？整數集係有理數集嘅一部分，我諗應該比有理數集細啩。有理數集同無理數集喺數軸上都係稠密嘅，有理數中間夾住無理數，無理數中間又夾住有理數，我諗呢兩個集應該差唔多大細。實際上，整數集同有理數集一樣大，而無理數集比有理數集要大。點可能呢？首先，我哋要知道集合嘅大細係點樣定義嘅。先嚟睇一下有限集係點樣比較大細嘅。兩個有限集嘅大細仲唔容易？數一數各自有幾多元素就可以啦。係㗎，一個有限集嘅大細，數一下元素嘅數目就知道。呢個數元素嘅過程中，我哋1、2、3咁數每個元素，咁樣就將每個元素分配咗一個自然數。可以將佢睇成係將呢個有限集一對應到自然數集嘅一個子集。數學家康托爾將呢個概念拓展到無窮集，凡係元素可以一對應到整個自然數集嘅無窮集，我哋可歸為一類，將呢類集合稱為可數無窮集。而嗰啲有太多元素嘅無窮集，元素唔可以一對應到自然數集嘅，就稱為不可數集。康托爾亦定義咗比較兩個集合嘅大細，數學上稱為集合嘅基數。如果兩個集合之間有一對應影射嘅話，咁佢哋嘅基數係相同大細，呢兩個集合稱為等式 equipotent。如果集合 A 同集合 B 嘅真子集 B1 之間有一對應影射，但集合 A 同集合 B 嘅整體唔存在一對應影射嘅話，咁集合 A 嘅基數比集合 B 嘅基數細。等式係等價關係，滿足傳遞性。如果集合 A 同集合 B 等式，集合 B 同集合 C 等式，咁集合 A 同集合 C 等式。集合 A 同集合 B 等式，亦即係有個一對應影射 F。集合 B 同集合 C 等式，亦即係有個一對應影射 G。集合 A 同集合 C， 只要將影射 F 同 G 複合，就得到佢哋之間嘅一對應影射 G 圈 F 啦。係㗎，兩個一對應影射 F 同 G 嘅複合影射 G 圈 F 亦係一對應。咁整數集同有理數集都係可數無窮集？冇錯，我哋而家就嚟證明。我哋嚟睇整數集，所有整數可以一個個列出嚟，每個整數都順序對應到唯一嘅一個自然數。反之亦然，每個自然數都對應到唯一一個整數，咁樣就做到整數集同自然數集一對應。跟住我哋嚟睇正有理數集，將所有正有理數列成一個方格，每一列嘅分數有相同分子，各列嘅分子係1、2、3、4、5等等。每一行嘅分數都有相同分母，各行嘅分母亦係1、2、3、4、5咁樣。然後我哋按斜線為每個正有理數編上一個自然數，每個正有理數都會喺當中出現。要注意嘅係一個有理數有無窮多個分數寫法，所以會出現無窮多次。我哋只需要編上化到最簡嘅分數，遇到微弱簡分數就跳過，於是得到正有理數與自然數嘅一對應。同樣地，我哋亦可以構造出包括負數同零嘅全體有理數與自然數嘅一對應。自然數係整數嘅一部分，整數又係有理數嘅一部分，但呢三個集合嘅基數都有相同大細。無窮集同有限集性質有分別。對有限集嚟講，一部分小於整體，
真子集嘅基數一定比整個集合要細。然而無窮集嘅真子集可以有同整個集合相同嘅基數大細。數學家希爾伯特提出一個比喻，叫做希爾伯特酒店。普通嘅酒店房間數目只有限個，當酒店客滿後，就唔可以再接待新客人入住。但係希爾伯特酒店有無限個房間，每個房間編上一個自然數為房號。酒店客滿後，有一名新客人嚟咗要入住。呢個時候酒店經理可以請1號房嘅客人搬去2號房，2號房嘅客人搬去3號房，3號房嘅客人搬去4號房，如此類推。N 號房嘅客人搬去 N+1 號房，1號房就空出嚟，可以接待呢名新客人入住啦。而家一架大巴帶嚟可數無窮多位新客人。呢個時候酒店經理可以請1號房嘅客人搬去2號房，2號房嘅客人搬去4號房，3號房嘅客人搬去6號房，如此類推。N 號房嘅客人搬去2N 號房，咁樣單數房號嘅房間就空出嚟，可以招待呢無窮多位新客人啦。而家有可數無窮多架大巴，每架大巴帶嚟可數無窮多位新客人。呢個時候酒店經理又可以請 N 號房嘅客人搬去2N 號房，騰出可數無窮多個單數房號房間，請所有大巴嘅所有客人都排成一個方陣，然後按照一條條斜線安排客人入住房間，咁樣就將所有新客人都安置好啦。呢個酒店真係唔怕冇空房間啊！如果嚟咗可數無窮多位客人，酒店就能招待佢哋全部。但係如果嚟咗不可數無窮多位客人，酒店即使全係空房，亦冇辦法招待佢哋。就好似嚟咗無理數咁樣多嘅客人。冇錯，我哋用康托爾嘅對角線法嚟證明無理數集係不可數嘅。用反證法假設無理數集係可數無窮嘅，咁實數集係有理數集同無理數集嘅並集，就係兩個可數無窮集嘅並集，亦係可數無窮嘅。我哋考慮半閉半開區間0、1之中，十進制小數以0點開頭，只有0同1兩個數字嘅無限小數嘅所有實數。比如話0.01可以寫成0.010000循環，所以屬於呢個子集。作為可數無窮集嘅子集，呢個亦係可數無窮集。而且對子集內每個實數呢種小數嘅表示係唯一嘅，避免咗0.01又等於0.009999循環嘅麻煩，因為0.009999唔係只有數字0同1嘅小數。按假設呢個實數子集係可數嘅，於是有佢同自然數集嘅一對應。考慮呢個影射，而家構造一個喺子集中嘅實數，唔喺呢個一對應之中。呢個數嘅第一個小數位係表中第一個實數嘅第一個小數位反轉，即係數字0變成1，1變成0。呢個數嘅第二個小數位係表中第二個實數嘅第二個小數位反轉，第 n 個小數位係表中第 n 個實數嘅第 n 個小數位反轉。咁樣呢個數同表中每一實數至少有一個小數位唔同。呢個數係喺0同1之間嘅實數，卻冇自然數對應，與假設矛盾，於是證明咗唔存在自然數同呢個子集之間嘅實數嘅一對應。因此原來嘅假設亦唔成立，實數集唔係可數集，無理數集亦唔係可數集，即係話實數集同無理數集都係不可數集啦。無窮集仲可以有唔同大細，
確實意想唔到。唔止係咁，無窮集有無窮多個唔同級別嘅基數大細，用對角線法改一下，就可以證明每個集合嘅冪集都比原來嘅集合有更大嘅基數。剛才嘅每個小數可以睇成係自然數嘅一個子集，包含所有第 n 個小數位等於一嘅自然數 n。咁樣自然數到實數嘅影射就變成自然數到自然數集嘅子集嘅影射啦。記得我哋構造出嚟嘅實數第 k 位係一，當且僅當自然數喺影射到嘅子集中唔包括 k， 可以將呢個實數睇成係呢個性質嘅自然數組成嘅子集。而家只要將自然數集換作其他非空集合，就可以證明每個集合到其冪集都唔存在一對應啦。記得一個集合嘅冪集就係由呢個集合嘅所有子集組成嘅集合。至於空集，空集嘅基數係零，空集嘅冪集包含一個元素，呢元素就係空集，所以空集嘅冪集嘅基數比空集大。一個無窮集都有比佢大嘅冪集，咁就可以一直取冪集，得到越嚟越大嘅無窮集合啦。集合嘅基數小於關係，亦係可以證明有傳遞性，即係集合 A 嘅基數少於集合 B， 集合 B 嘅基數少於集合 C， 咁集合 A 嘅基數亦少於集合 C。每一個無窮集嘅冪集嘅基數都比佢大，所以有無窮多個級別嘅無窮集啦。咁實數集當中有冇子集嘅基數比自然數集大，又比實數集嘅基數少嘅？你問得好，呢個係數學中嘅著名問題。康托爾提出咗連續統假設，猜測咁樣嘅子集唔存在。希爾伯特提出嘅23條問題中，連續統假設係第一條問題，可見其重要性。喺康托爾開創集合論之後，集合論經歷咗康托爾悖論、羅素悖論等問題嘅挑戰，促使數學家思考乜嘢係集合。於是數學家建立咗 CFC 公理系統，作為集合論嘅基礎。喺呢個公理系統之下，例如所有集合嘅全體並唔係集合，而係真類 proper class。然而 CFC 公理系統唔能夠回答連續統假設是否成立嘅問題。1940年，數學家哥德爾證明連續統假設與 CFC 協調。其後到1963年，數學家 Paul Cohen 證明連續統假設嘅否命題與 CFC 協調，亦即係話連續統假設係獨立於 CFC 公理系統嘅，無論連續統假設成立或唔成立，都唔會與 CFC 公理系統有矛盾。而家連續統假設仍然係集合論嘅活躍研究題目。